食到啦，食到啦！呢煲用蟹黃、蟹肉、蟹腿、蟹膏整成一大煲嘅飯，完全冇辦法用文字去形容啊！佢究竟係有幾鮮、幾香、幾好食？呢碗仲勁，一碗飯用足8到10隻蟹嘅蟹肉、蟹膏做焦頭蓋飯。食蟹黃飯我就認準呢一間㗎咋。嗱，呢個成條北京路呢度咧係有好多食蟹黃麵、蟹黃飯嘅，但係你要認住呢一家蟹三寶，佢係真真正正從南京開過嚟㗎，而且2022年一開業咧就上咗必食榜，我覺得係至好食嘅。最近佢哋5週年店慶啊，仲上咗好多好抵食嘅團購啊！平時過嚟唔捨得點咁多嘅，趁住活動啊，終於可以大手筆啲啦！人多嘅話咧，強烈推薦呢個蟹家宴，蟹嘅所有部位啊，分好晒類，鋪滿飯面，係好鮮好香，一啲都唔腥噶。蟹黃、蟹肉、蟹腿，所有嘅鮮味甘香滲透住每一粒飯粒，哇，超正啊，超滿足啊！平時喺出面食啲預製嘅蟹黃豆腐咧，就食得多啦。呢一鍋現兜兜睇住佢成碗蟹黃蟹肉倒入去現熬嘅蟹粉豆腐咧，食完之後你就會認住佢哋，你出邊以後唔會再點蟹黃豆腐煲噶啦。仲有爆汁嘅蟹粉小籠包、蟹黃撈麵呢啲平時必點嘅招牌。反正行開北京路，如果我想食一餐特別有記憶點，而且食完會好滿足、好開心嘅嘢咧，我就一定係會揀呢度嘅。喂，好似唔記得點關注喎。